关心台南的消息，台南有一个将军渔港，这几年来成为观光热门的景点。这不但有渔会直销中心，还有观光鱼市加餐厅，有真个游客会去遐耍。即嘛渔港有露营，加这个野外元素，会当有游客有无同款的体验。 今日来到这个所在是不假素食，规间阁打造正做露营野外风格造景。这是伫咧将军渔港的3楼，业者为了让将军渔港有无同款的旅游体验，所以把这个家装潢甲真水。迎接暑假已经快到了，所以希望说来的人是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而不再是很热。 唔知要去对。业者将餐厅甲参展啊、少年啊介意露营的元素，相真侪游客拢爱来遮佚佗。同时嘛，结合餐点和凉气，让游客来到遮心情嘛对咧放轻松。那我们就尽量把环境塑造成年轻族群或者是中青族群都能够来到这里的地方。即嘛，这个餐厅唔闹卖加比凉气。 嘛有甲将军在地东西面配合，做出就海味餐点，让游客来到将军，买到有更加侪无同款的旅游体验。 晚间9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World News 9，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